佢哋留念㗎。而家我哋首先有請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黃浩宇太平紳士為我哋致送感謝狀。我哋先請深水埗文藝協會郭美華主席接受感謝狀。我哋企喺咪前，咁我哋可以舉手。好，唔該晒郭主席。請黃浩宇太平紳士留步。跟住落嚟，我哋有請兒童合唱團管理委員會主席曾宇軒先生接受感謝狀。唔該晒曾宇軒主席，亦都麻煩晒黃浩宇太平紳士，請你可以走咗。跟住落嚟，我哋有請深水埗文藝協會郭美華主席代表大會向民政事務專員致謝。請工作人員俾支咪郭主席。因為咧環保嘅關係，民政專員咧就話唔會接受我哋嘅任何感謝狀或者係禮物。咁我哋咧就麻煩大家用熱烈嘅掌聲多謝佢，好唔好？多謝郭主席。跟住落嚟，我哋有請深水埗文藝協會兒童合唱團管理委員會曾宇軒主席為我哋頒發感謝狀。首先，我哋有請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九龍工作部胡明智處長接受感謝狀。唔該晒胡明智處長。跟住有請廉政公署首席廉政教育主任九龍及西貢廖燕文女士接受感謝狀。唔該晒廖燕文女士，亦都麻煩晒曾主席，你可以就座。跟住我哋有請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九龍工作部胡明智處長為我哋頒發感謝狀。首先，我哋有請立法會議員梁文廣先生 MH 接受感謝狀。唔該晒梁文廣議員。跟住有請深水埗區議員唐朝輝先生 MH 接受感謝狀。唔該晒唐朝輝醫生，亦都麻煩晒胡處長，請你可以就座。跟住落嚟有請廉政公署首席廉政教育主任九龍及西貢廖燕敏女士為我哋頒發感謝狀。我哋有請深水埗區議員陳國偉先生 MH 接受感謝狀。好，唔該晒兩位，你哋可以就座。跟住我哋有請立法會議員梁文廣先生 MH 為我哋頒發感謝狀。首先，我哋有請深水埗文藝協會會長李坤明先生接受感謝狀。唔該晒李坤明先生。跟住有請深水埗文藝協會副主席黃兆明先生接受感謝狀。唔該晒黃兆明先生，麻煩晒梁文廣議員。
跟住落嚟，我哋有請深水埗區議員龐朝偉先生 MH 為我哋頒發感謝狀。我哋有請深水埗文藝協會副主席屈文豪先生接受感謝狀。唔該晒兩位。跟住我哋有請深水埗區議員，陳國偉先生 MH 為我哋頒發感謝狀。我哋有請深水埗文藝協會名譽會長李嘉恒女士接受感謝狀。唔該晒兩位，你哋可以就座。跟住落嚟，我哋有請深水埗文藝協會副主席屈文豪先生為我哋頒發感謝狀。有請深水埗文藝協會名譽會長楊廣成先生接受感謝狀。唔該晒兩位，你哋可以就座。跟住有請深水埗文藝協會副主席黃兆明先生為我哋頒發感謝狀。有請深水埗文藝協會永遠名譽會長盧敬銘先生接受感謝狀。唔該晒兩位，你哋可以就座。跟住落嚟，有請深水埗文藝協會會長李坤明先生為我哋頒發感謝狀。有請深水埗文藝協會名譽會長李海柏先生接受感謝狀。唔該晒兩位。跟住有請深水埗文藝協會永遠名譽會長盧應銘先生為我哋頒發感謝狀。首先，我哋有請深水埗文藝協會兒童合唱團管理委員會常務副主席鐘瑞女士接受感謝狀。唔該晒鐘瑞女士，請梁永先生留步。跟住有請深水埗文藝協會兒童合唱團管理委員會副主席兼團長葉慧敏博士接受感謝狀。唔該晒兩位，請你就座。跟住落嚟有請深水埗文藝協會兒童合唱團管理委員會常務副主席鐘瑞女士為我哋頒發感謝狀。我哋有請青年中西樂團派代表接受感謝狀。好，唔該晒兩位。跟住落嚟，我哋有請深水埗文藝協會名譽會長李嘉恒女士為我哋頒發感謝狀。首先，我哋有請深水埗文藝協會兒童拉丁舞組嘅代表接受感謝狀。唔該晒拉丁舞組嘅代表，請李嘉恒女士留步。跟住落嚟，我哋有請聖公會林護救生合唱團派代表接受感謝狀。請李女士留步。
唔該晒兩位，你哋可以就座。